咁深啊咩？我實覺得咦，嗱好多係整牙針啊，嗰台牙針中打到鬆線啲，嗯。哦。有肉咯！今年的第一场洪水。哦，水涨市场，水涨农贸市场。钦州落大暴雨，大暴雨，水浸街，水浸街，哎呀，啲車挨浸齊啊，浸齊啲車咧，浸齊啲車咧。呢就浸咯，我頂你頭沙啊！哎呦，我排出去啲水啊！哦，好流啊！前頭啲過得冇？過得冇前頭啲啊？好深啊！深到邊啲？深到邊位置？好咁深啊！頭沙啊！青州已经发洪水了，整条街都被泡了，看到吗？我的天，已经泡到我的膝盖上面来了，差一点就泡到我的店了。洪水啊，瓢泼大雨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泡到房子上面、店铺上面来了，差点已经泡到我的店了。整条街就像海洋一样渺渺茫茫。都冇眼睇啊！落2隻鐘頭、2、3個鐘頭雨，個位置個水又浸啊！唔識係大家原來對嗰隻地形地貌冇熟悉㗎，或者咩原因？個地方一落大雨就浸。已經好幾年時間了，但係都冇想出一隻乜嘢好嘅辦法去解決嗰隻問題呢？防城總哥呢就攞你講故事嗬，原來嗰隻位置呢係一條大嘅水溝啊！你講未在城市建設之前啊，都係大水溝，面寬上高有8米寬左右喎。深度呢，從上面到底下嘅嗰隻河個底啊，條溝個底啊，大概有3.9米啲咁啲。嗰度呢，城市一建設呢，係冇把水溝變成嗰隻路面了。個位置原來我哋就喊到橋頭氹個，你講一建設後呢，而家嗰隻。加上金花茶大道啊，嗰隻金花茶大道，我鏡頭嘅位置，個路面啲填溝路面嗰啲嚟哦。所以講個電過咗位置水呢就冇往呢邊身啊，排出去流入防城江咯。所以講呢，當務之急，盡快嘅辦法，就算你攞大型嘅抽水機又好，或者講中國。建設嘅速度又咪有嗰隻底下係冇開挖嗰隻道路底下個，我哋工程把佢埋嗰種
大型嘅嗰隻儀制桶水，就要直排緊嗰邊過人啦，直排緊我手指方向呢邊嗰隻路面啲嗬，就穿緊個路底過嗰條公路路底過，排緊呢邊去排入防城江，就可以解決嗰隻地方嘅水浸問題啊！地方特色啊，防城歡迎你，風景美如畫。僅落一隻鐘頭雨，只落嚟一隻鐘頭雨就成咁樣。外頭街80到90公分高嘅水，入得屋都有能40公分水，連褲都濕了啊！冇辦法。